高雄机场的航警拿查到一个查甫人，伊讲要去泰国替人买黄金，讲一抓是会当赚3万块。因过伊煞干那飞往柬埔寨单程机票，好佳在是互人主动才无受骗。另外，去年有4个人哄骗讲要去泰国做工课，事实是要去做诈骗或者是拔器官。这嫌犯已经互检方起诉，法院裁定 INR。简单呢。 航警考劝民众莫坐飞轮机，因为这个民众单有单程机票，要对高雄飞越南，才搁转去柬埔寨。伊18到高雄机场柜台报到的时阵，业者怀疑有问题，赶紧通报。联系民众是透过通讯软体与绰号阿生的不明人士联系，对方以代购黄金、工作轻松、当日往返每趟可赚3万元为理由，诱骗其出境。真侪民众听警方分析了后，取消出国，但警方调查的时阵发现，唔哪林南受骗。林姓友人以送信民众亦有接受类似的工作委托，并预计在4月21日飞往泰国代购黄金。警方查之后立即扩大追查。 诈骗集团利用金价起顶议题骗人出国，加在航警有将人抓落来。去年一个单身男性嘛以出国工作的名义骗人去泰国，才将人卖予外国集团去做诈骗，也是买卖器官，有4个人受害。桃园地检署最近以人口贩运防制法起诉单嫌，法院裁定 NR。佛牌啦、客服啦、博弈啦、帮人家换汇啦、背黄金啦，这其实都是围绕在那些所谓的洗钱的这个圈子。为什么会需要你去泰国搬黄金啊？泰国人不能搬，缅甸人不能搬啊，就是走私嘛。 反诈协会表示，因为薪水悬出国的民众，大多数拢知影是要去做诈骗等违法的头路，呼吁民众唔通涉险。警方嘛提醒民众，找头路爱多多查证，以免去到了。公司新闻陈焕武、陈显坤高雄桃园报道。